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我是大高台语开讲社的副社长，嘛是这场活动的主持人志廷。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阮2021年台语文学系列的线顶讲座。这系列的活动是由台文博览会、大高台语开讲社，还有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主要就是想要招大家来去咱台语文学的山顶园，做伙来体验台语文学的气味。所以咱一档咱拢总有准备4季4大主题，分别是台语囡仔文学，也是搁有台语白话字文学、台文创作，也搁有台语文学发展。阮的活动原底拢是实体的讲座，拢伫大高即个高雄文学馆进行。这个月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刷来线顶。所以咱除了讲今仔日咱有迄个线顶的讲座，咱后礼拜6月27，咱嘛共款，会有咱这系列的主题，嘛共款是线顶的讲座，嘛非常大家会使非常欢迎大家会使提早报名后礼拜的活动，嘛共款伫这个时间2点到4点，有关报名活动的连结，阮伫YouTube 下底的说明，拢会使找到阮，嘛有详细活动资讯。好大家看到这大高台语开讲社，这是阮的社团非常欢迎大家会使来甲阮支持阮所有台语的活动，拢会伫遮做放送搁有阮上新的台语节目台语小酒问，也是阮Facebook 的专业台文博览会，阮台语相关的活动，阮社团所办的活动嘛，拢会伫遮放送嘛，希望大家会使来甲阮支持。好这是咱今仔日这场活动的主题吼，咱战后白话字的文学发展咱非常欢喜，嘛非常感谢咱邀请到成功大学台文系的系主任周维文教授维文教授伊特别咱原地线顶的讲座非常感谢会使伫原地实体的讲座转换来线顶来为咱大家分享嘛，互更较侪人有机会来接触到这个咱白话字的系列的主题伫讲座开始之前，我要先甲大家提醒，就是咱伫咧咱YouTube 频道的正手边，咱有会使留话，会使拍字的功能。所以等下伫活动咧进行的时阵，欢迎大家若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建议大家拢会使用拍字的方式拍落来。我伫活动的上落尾，若搁有时间，我会整理问题，再来问这个维文教授，整理大家的问题，代表大家发问。好，安尼以上，咱就把时间交互维文教授。维文教授你好。主持人志廷，各咱空中的所有的台湾国的主人，大家平安，大家出头天。咱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伫空中伫线顶呢，甲咱所有关心台语文的这些朋友的友志呢，会当来做伙探讨战后白话字的文学发展即摆呢，我来切换一下我这个放映咱这个题目咱是针对白话字啦当然咱今仔日呢时间真有限，敢若短2点钟佫靠掉，等下咱若有问题要 Q&A 呢，其实敢若1点钟尔，所以呢要甲战后这个白话字的文学，也是讲台语文学，这全部拢要甲小解甲完，有困难啦所以咱今仔我敢若会讲一寡较重点就是讲战后为1945年以后，这个台语文学佮有这白话字文学这发展，伊的一个重点，伊的脉络是安怎，互大家了解一下安尼所以内底呢，这个咱有讲到一寡人物、一寡杂志，还是讲一寡事件若无讲到，无代表讲遐个人无重要，伊嘛是拢有参与到，只是讲咱时间真有限所以咱会经一寡较主要的这脉络来介绍大先呢，咱要来讲到战后的这个白话字文学的发展的时阵，咱爱先来探讨一个史观，台湾史观这个史观是啥呢？咱要来看待这个战后的白话字文学，还是讲台语文学的发展这甲史观会有关系包括讲战后的台湾文学，伊是安怎发展，伊的史观嘛有关系譬如讲，你若即摆市面上用华语写的
遐较主流的华语写的台湾文学史的册，因的史观，伊若总讲徛伫中华民国，也是讲徛伫中国文学的角度来甲看的时阵，伊一定袂介绍着咱台语文的啊。或者是若伫讲着台语，一定拢是用较负面伫讲片上的角度来探讨。这就牵涉着史观啦。所以咱要探讨着即个白话字文学，也是台湾文学、台语文学，咱大先爱先看史观，咱要徛伫啥物所在。当然，台湾人要来看台湾文学，还是讲台语文学，当然咱台湾史观就爱徛在啊。你台湾史观若徛无在呢？人讲即个目睭花花，布啊当做菜瓜，目睭裤裤，内衫当做内裤，你选哪甲中国文学，那当做台湾文学，安尼就真害啊咧。所以大先呢，咱就爱来看台湾史观，咱先来探讨一下，即个史观，啥物叫做史观？当然甲这观点有关系。像讲，这是一个杯啊，内底有底半杯的水，咱要来描写即个杯啊内底有底半杯的水呢？你要用啥物角度，用啥物观点来探讨？无共个角度，无共个观点，你就会当用无共个讲法来去描写着即个杯仔内底底着水啊。你像讲，你若是顶一站，咱台湾当你欠水诶时，你看到即一杯内底有水，你讲，咱就会感觉讲，好佳在，咱阁有半杯，你若是即个即摆，比如讲，你即摆都袂喙干，啉袂落，水啉袂落，人硬搁要添一杯半杯水要互你啉，你着啉啊足艰苦诶呢。你讲搁有半杯呢，啉袂完呢。所以到底是这半杯水你是介意还是无介意？这着看你用啥物角度、啥物观点来你讲呢？这就是史观的问题啊。你用啥物角度？无共个角度，你讲出来的这个话语的口气就会无共呢。所以呢，咱即个史观，咱就爱先了解、徛在，咱大先，咱就来看。若安尼，啥物是台湾文学？啥物是台湾文学？台湾文学甲中华民国的文学，也是讲甲中国文学是啥物款的关系？要来甲分得清楚咧。这是足重要的呢。你若是这关系无甲分得清楚的时阵呢，当然你就足歹看出讲战后咱规个台湾文学，也是讲白话字文学，伊的发展的脉络，迄历史的背景，你就看无啊。即个台湾文学，中华民国，或者是要叫做中华民国人民文学，过来中国文学，即三下敢有共款？若是无共，是安怎无共？这咱大家先来想看觅呢，咱来探讨看觅呢。大先呢，咱先来讲即个台湾文学，啥物叫做台湾文学？咱请教空中的即个优质，台语文的优质，咱来想看，啥物叫做台湾文学？真侪人拢会讲啦，就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是台湾文学啊，甚至咱即个台湾文学史真侪用华语写的台湾文学史，主流的讲法嘛，拢安尼啊。讲内容文学作品有甲台湾有关系，就是台湾文学啊。讲安尼呢，较会当有即个加分的效果，表示咱心胸较阔，咱毋好排斥遐个啥物中国人，还是啥物外省人，还是啥物人，毋好甲排斥，只要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是台湾文学。听起来足有道理啦，毋过各位，咱甲斟酌甲想看觅呢，安尼敢有道理？咱就逻辑上来甲推论看觅呢啦，咱才来看觅呢。若照讲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是台湾文学。共款的道理，安尼内容若甲中国有关系，就是中国文学哦，是毋是安尼？对无？内容若甲中国有关系，就是中国文学哦。安尼咱来看觅呢，咱较早
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互强制爱读中国话、读中国文学。请问，读嘅中国文学拢是啥物款嘅中国文学？咱甲想看觅，敢真啊甲中国有关系？就拢不管伊啥物人写嘅，拢就是中国文学，敢安尼？哦，我即摆来举一个例一个吼，咱大声来看，这呢，日本呢有一个真有名的小说家，哦，叫做芥川龙之介吼。啊，日本有一个真有名的芥川奖，就是咧纪念少年即个真有名的日本的作家吼。啊，即个芥川龙之介呢，伊有一个作品叫做《南京的基督》啦，《南京的基督》，伊是用日本话写的，啊，伊内容是咧描写1920年代迄当时写的吼，伊的第一篇小说咧描写讲，发生伫中国南京呢，有一个少女呢，为着因老爸，然后牺牲家己去即个做趁食查某，啊，即个不幸的即个代志安尼吼，所以即个故事呢，后来尾啊，香港伊遐嘛甲拍做电影啦吼，即个南京的基督。啊，这日本人写，伊上头嘛是用日本话写，虽然尾有翻做华语啦，嘛拍做电影啦吼。啊，这故事是描写中国的南京一个少女的悲惨的剧情吼。啊，这内容甲中国有关系啊。啊，若遮咧讲，这南京的基督是毋是中国文学？啊，你若甲习近平讲吼，啊，南京的基督这是中国文学，伊一定讲啊，恁遮搁伫遐咧乱啊！吼，搁伫遐咧抹黑中国，吼，伫遐吼要讲中国安怎，哦，一定气噗噗的，敢毋是？吼，啊若安尼，这内容甲中国有关系，为啥伊袂互当做中国文学？哦，我相信大多数嘛袂认为讲这是中国文学啊。虽然伊的故事内容甲中国有关系啊，对无？哦，所以咱思考看觅。美角是伫倒位呢？来，我搁加举几个例，啊，互大家来做参考、思考看觅呢。搁来，咱来换台湾文学基例。若总讲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是台湾文学听起来做道理，毋过敢安呢？吼，咱来看觅呢。这是。差不多20通当前吼，凡是咱空中的这观众嘛有印象吼。迄当时日本真有名的作家司马辽太郎吼，伊来拜访李登辉总统吼，啊两个人讲啊足欢喜的，讲啊足捌字的吼。啊了呢，等于了呢，司马辽太郎伊出一本册，规本册拢咧讲台湾啦。叫做台湾纪行，你看含册名嘛叫台湾纪行呢，规本册拢咧讲台湾的啦。请问，咱敢会甲这本册当做台湾文学的作品？台湾文学系敢会甲这本册当做台湾文学的经典的必读，一定爱读的作品？你会甲伊当做台湾文学，还是会甲伊当做日本文学的范围内底来看待？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文学家应该拢袂甲这当作是台湾文学啦。啊，伊安怎看待？就加着讲啊，这道日本文学内底讲着甲台湾有关系的内容，安尼尔。对啊，重点就是遮。你袂用会安尼讲伊是台湾文学啊，对无？啊，重点是对，就咱拄则讲的啊。啥物人写，用啥物话写的啊？搁来。咱搁来看另外一个例，咱即个马街真有名，我相信台湾人应该大多数拢知影。马街传教士马街，伊进前在生的时阵，伊嘛有真侪作品呢。像咱即摆看，这是 From Far Formosa， 来自远远的佛摩萨台湾啦，吼。啊，这本册呢？是用英语写，100外当前出版的，这册呢，100%拢甲台湾有关系，拢咧写台湾的啦，100%拢讲台湾的啦。毋过
因为伊的身份是加拿大人，伊是用英语写的，所以呢，大多数的台湾文学的研究者嘛，袂甲伊当做是台湾文学，但是伊咧内容8%甲台湾有关系啊，是安怎写，就袂当当做台湾文学。若安尼，甲咱头拄仔讲的迄个定义，足侪人的定义，包括你像讲真有名的叶兆涛，叶兆涛作家呢，我嘛足尊敬伊的，伊嘛捌伫咱成台文系兼过课，伊有一本足有名的册叫做《台湾文学史讲》，伊咧讲台湾文学历史，伊的定义就是安尼，就讲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叫台湾文学。当然，伊伫迄个年代，1980年代写即本册，伊可能有顾虑，毋敢写甲伤明显。毋过呢，自迄本册出来了，差不多99%的人拢对伊定义啦，讲着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叫做台湾文学。毋过即个定义一出来呢，足侪人讲是安尼，毋过相定标准啊。像这马街，100%拢甲台湾有关系啊，对无？100%原接的啦，拢甲台湾有关系。毋过会使讲大多数的台湾文学研究者袂去研究伊的物件啦，拢甲伊当做是外国人伫描写着台湾安尼尔啦。奇怪是安怎奈甲迄个定义相定标准？咱若甲看即个马街伊即本册内底，你看伊第一章第一篇。伊就写讲 ，Far Formosa is dear to my heart。即个远远的即个 Formosa 是我上意爱的所在。我一生内底上精彩的时间嘛，拢是咧度过的。伊一生就是拢直接奉献互伊上意爱的即个所在。你看，人这小台湾小命呢，无像即摆话的人。食台湾水，食台湾米，啉台湾水，串讲拢讲中国话，人毋是呢，马家的来，你看人这册写出来，拢袂气嫌台湾，人拢是感觉台湾是上伊爱的所在，无论伊安怎，无论伊偌困苦，无论伊偌安怎，人嘛是共款，全心全意疼痛着即个土地。内容100%拢甲台湾有关系，而且拢是充满着对台湾的爱，毋是像某一个国家拢干咧要孝顺台湾、要摕台湾、要欺负台湾尔。结果呢，伊敢有受到台湾文学界的尊敬、尊重、注目，足少个啦。找无几个啦，找无几个会真正肯定因即种的作品的。过来，马街伊嘛写足侪日记呢。日记迄嘛是一种即个重要的即个文学作品的嘛，会当安尼去看呢。马街日记，因后生马街后生，介虽然呢嘛甲翻做白话字，马街是用英文写的日记，介翻即个因后生介翻做即个白话字，规本拢是白话字写。你若看马街，伊来台湾3个月倒会晓讲台语，会晓上台讲经说道，含因后生都甲伊教甲会晓台语，佮兼会晓白话字。你看安尼偌贴地就好啊，看安尼偌疼痛台湾就好啊。因后生呢吼，甲伊日记甲翻做白话字。请问，敢有人会？就种台湾文学界内底有偌济人会去关心讲，这日记内底写啥？伊日记内底文学性安怎？嘛足少的呢，拢袂用台湾文学的角度来看待，结果拢是用传教士来当做文献来处理安尼尔，相定标准啊。甲迄个内容甲台湾有关系，就叫做台湾文学扇喙皮啦，即扇喙皮啊。这就是台湾文学界精神错乱啦，这就是啥？史官徛无在啦。咱过来甲看，
更较恶一个是安尼，你也看，清国浙江人徐永和，伊有写一本册，叫做《碧海纪游》啦，《碧海纪游》啦吼。啊，即个徐永和呢，伊来台湾去创啥？伊毋是台湾人呢，伊清国人呢，清国浙江的人呢。啊，伊这是迄当时清国，伊想要了解讲啊，台湾有啥物款的资源，伊就甲台湾占起来了，就想要了解讲台湾有啥物资源，所以就派徐永和来台湾探勘啦。爱来就去去台北遐，就看台湾啥物矿物有硫磺无？啊，啥物货有啥物资源无？啊，探勘迄要创啥？啊，若有当然要来拍摄啊，要来抢啊。这100%外来清国抢夺者的著作结果呢，因遮的人，互未少的台湾文学研究者讲因的作品是台湾古典文学经典啦。你看有含啊无含？这100%外来实名者，伊要来抢咱的资源，你来先来做调查，做出来一个调查报告，伊着用游记的形式来写尔，结果咱家讲这是台湾文学、古典文学内底经典的作品啦。遐做台湾文学、古典文学的，大家都拢学了这啦。这款的作品讲学了甲啦，学了甲达志啦。这种完全无台湾史观啊，读甲歹去啊！人这这个马街，因这100%疼痛台湾，徛伫这个土地，伫描写台湾人迄当时所拄着的问题，伊的生活安怎？咱无要甲当做台湾文学。结果呢，这清国人，伊是要来看台湾啥物件，通去偷摕，通去抢的。结果咱甲伊讲好，伊这写甲偌好拄偌好，这是古典文学的经典。啊，这是徛伫啥物人角度？当然嘛是徛伫中国人、清国人的角度啊。徛伫台湾人太安尼，除非读甲歹啊，除非读甲歹，才会甲即种文学当做台湾古典文学的经典。啊，有人讲啊，敢讲咱着袂使甲看？会使啊，你会使甲看。你要看遮参考文献会使，你当做历史文献来研究，外国人会写着台湾的物件来研究 ，OK。但是你袂甲伊讲，这就是台湾古典文学经典的作品啊。安尼知影无？你会当当做这个外国人伊来台湾，不管是啥物原因，伊来伊就伊来遮探勘，伊遮写的遮的即个游记也好，伊遮探勘的报告也好呢。这是外国人来了解台湾的有关台湾的相关的文献。那安尼处理 OK， 安尼就是台湾观点啦。譬如讲啦我举一个例，即个台湾呢，差不多300年前有一个叫蔡丁兰，伊算平湖人啦，伊是平湖的进士。啊，有一届坐风台拄着风台风影大，船仔漂流去越南啦。啊，越南人才甲救起来伊救起来了，伊就拄好，迄当时越南嘛真好，伊甲伊收留。啊，因迄个越南皇帝呢，嘛甲伊赞助一寡钱，互伊会当沿途慢慢即个行转去中国啊，伊伫越南迄几个月当中呢，伊就四界去行达了呢，伊嘛写一本册甲越南有关系的册啦请问，伊迄本册拢甲越南有关系啊？越南人敢会甲伊当做是越南文学？无可能，越南人头壳都无咧歹过。但是伊会甲伊当做是外国文学内底外国文献，写着越南无？会，伊就当做即个古早清国时代就一个平湖人蔡丁兰，就坐风台拄着风影拄漂流来越南，遐拄有记录着越南。安尼 OK， 伊会当做历史文献来处理，外国人写的甲越南有关系文献 OK 啊，安尼就对啊，安尼就是越南史观啦。咱台湾人就是拄好倒边啊，该支持的、该学了的毋学了，即种拢外来统治遮的物件，结果咱甲学了甲达志，这就是史观毋对
咱过来举另外一个例啦吼。啊，咱拄则讲诶，迄是早前清国时代，咱即摆讲即个战后诶代志吼，战后诶例啦吼。譬如讲，这是白先勇吼，伊所出版诶一本册叫做《台北人》，吼。啊，这呢100%是中华民国诶难民文学诶作品啦。我哪会讲伊是个难民文学作品呢？啊，因为伊着拍输走赢哦。1949年，中国国民党甲中国共产党伫中国相战，啊，国民党拍输走赢，走路一部分诶人，大多数拢走来台湾啦。啊，嘛有一部分3万人走落去越南诶啦。啊，嘛有一部分走去泰缅边境，尾仔就变做泰缅孤军啦。哦。四线，迄叫走路诶难民啦，哦，啊内底有军方诶，啊嘛有一般诶民众，啊白先勇因老爸，因着做国民党诶大官吼，做将军啊，吼，所以就对老爸，因为安尼啊，着中国失去啊，中国大陆失去啊，所以当伊1952年到1962年，吼，即段时间10冬诶时间，住伫咱台湾啦，哦，啊尾仔伊着写一本。台北人，啊，这典型完全是中华民国难民文学。哪会讲伊难民文学呢？白先勇住台湾住10冬尔，尾啊，伊嘛落跑啊，伊就感觉台湾住袂牢啊，伊想讲阿强啊，可能当时佫会拍来啊，所以落跑走去美国住啊，摸美国大腿啊，吼，啊，这嘛是足讽刺的呢。你若看即摆吼，有某一个政党。哦，当初是其实是美国甲伊支援的呢，无伊透法度安全走路，结果即摆拢咧叫美国后骹，拢咧骂美国人。哦，啊你啊看，白先勇尾啊，伊就离开台湾啊，住伫美国，即摆嘛拢伫美国，一世人一半时间拢住美国啊。结果咱台湾人嘛是头壳歹，甲即种讲这是台湾现代文学的经典啊，足济呢。你像我伫台文系，定定看足侪学生研究生，差不多逐届拢有啦，拢要做啥白先勇的研究啦，啊无就某人啥物伊啥物中的研究啦。啊，正讲台湾人的文学毋做，拢做遮中国难民的文学的。啊，咱毋是讲咱袂使，毋是讲因的文学毋好，咱嘛毋是偏向伊，是伊好，伊是属于中华民国文学的范围嘛。你要用中华民国的文学的即历史的脉络来分析，毋才是对。因为伊描写的，像讲伊这伫台北人即本册内底，伊所讲的，拢毋是咧讲台湾人的啊，毋是咧讲咱台湾人的台北人安怎咧，拢是咧讲因遮大官好，因遮中国人啊无因遮大官好呢，因失去权力了吼，啊足郁卒的，逐工伫遐安怎住伫台北啊郁卒的遐情形啊。拢咧写外省人的啊，都毋是写台湾人的啊。食一个名叫台北人，其实是台北外省人啊。结果咱台湾人拢甲当做这台湾现代文学经典，这头壳歹。你要讲伊这是文学作品 OK， 但是伊叫做中华民国的文学作品，毋是台湾文学的作品啦。安了解吼，史观是无共的啊。你甲定位。你要甲看 ，OK， 但是伊的脉络是要用的，伊这叫做中华民国的文学啊，毋是台湾文学啦。真侪人无清楚，拢想讲，啊，我著看有啊，我著嘛爱看，安尼这就叫做台湾文学，这是读个歹。譬如讲，这个莎士比亚，英国莎士比亚文学，哦，足侪人嘛爱看呢。不管原文的还是翻译的我想大多数拢看翻译版的。啊，足侪台湾人嘛爱看莎士比亚吼，敢若袂是讲着莎士比亚的外样靠水准共款呢？咱爱看莎士比亚，敢代表莎士比亚的作品叫做台湾文学？伊嘛是英国文学啊，袂因为你爱看就叫做台湾文学啊，这是基本逻辑啊。结果台湾的文学界一半以上拢读个歹。所甲这中华民国文学作品，要当作台湾文学，
啊，这就是啥？史观毁去啊！台湾中华民国分袂清啦，南做伙啦，失去家己主体性啊！哦，所以一开始咱就要讲遮史观啊，掠无掉，你后壁要讲台湾，完全就走进去啊！哦，所以这史观真重要哦。我举一个越南做例啦，吼。越南呢，伫20世纪初期有一个作家，伊是即个越南的《南方》杂志的主编，叫做范景吼。越南话叫范卷吼，台语叫范景。啊，伊伫即个《南方》杂志内底，伊就讲啦吼，啊，这是个原文吼，咱甲翻做台语甲中文吼。伊讲咧，总结来讲，国学袂使脱离国文的，若无国文，嘛无法度成立国学。啊，咱越南国过去无应该用汉文来建立国学，未来嘛无应该用法文来建立国学。啊，咱越南国若要建立国学，都要用啥？用越南话毋才对。哦，你看，人就是安尼，所以人伫政治上、文化上，拢会当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啦。哦，再来，同款是伊的话吼，伊个另外一句，伊讲用外国话来替换本国语呢，定定会即款的情形咧。啥物款的情形？啊，你借用别人的语言，就会受别人的思想的影响啊。借用咱文学，就会互人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啊。啊，迄寡头壳巧的人吼，若拢去学外国话，对外国人行，啊，啥人会当来领导咱的国民呢？啊，民众若无领导者，就亲像咱人无头脑。啊，国家是要哪会久长？哦，我想即个环境的即两段话，应该会当互咱有正深刻的即个思考的空间啦，吼。啊，所以呢，咱拄则讲着，啊，为虾米真侪人明明伊定义来讲，啊，不来用甲台湾关系，啊，就叫台湾学，哦，啊，毋过个相同标准呢？啊，拢经伊要卖呢，哦，拢相同标准，啊，经伊要卖啊，哦，为虾米呐安尼？当然都有两大原因啦。第一，主观德欠缺台湾史观啦，就是咱头壳无清楚啦，互洗脑去啦。啊，当然，这也无到100%怪遐个学者，因为自细汉伊就爱互教育的嘛。伫过去拢迄段。即个独裁时代、党国时代教育啊，吼，即摆现处是伫台面上台湾文学界遐个较有名的研究者，大多数拢是迄个时代、迄个背景大汉的嘛，所以因受教育拢党国时代教育啊。虽然后来有较民主啊，毋过嘛是还佫一半以上人当袂过啊，迄史观当袂过啊，所以主观上就欠缺台湾史观啦。过来第二个客观上是安怎奈啊？奈安尼，就是伊个喙齿用夹断尔，母语讲袂练转，啊变做母语青面有，读也袂晓读，啊讲也讲袂练转啊，敢若咱看中文啊，尤其是迄寡读愈悬的愈严重啊。当然，咱毋敢讲100%啦，但是上无嘛90%啦，读愈悬的。对家己母语愈看轻啊！遐个传统的遐个做台湾文学的，一半以上就是安尼啊！啊，你要叫伊看台语，要看客语，看无落来啊！哦，话佫甚至较含着见笑转上去咧，啊，看无就讲啊，恁写迄，互人看拢无，笑死人！啊，美国总统拜登，还是美国总统川普，伊若无去受英语教育，伊看有英语文哦，拢嘛爱受教育。对无？啊，你遮记者履历，遮中文记者履历者，你无受过台语文，无受过母语教育，当然你嘛看无，家己毋检讨，煞你检讨别人讲，啊，你太用咧写台语，我看拢无。这就是记者履历者袂见效，哦，因为因敢看中文尔嘛，啊，较看拢中文，拢汉文的物件，伊敢看中国文献啊，所以伊头壳内底就像拄则咱讲环境安尼讲的啊，啊，你着受中国影响啊。中国人，伊是中国，伊是殖民者，
用伊角度，当然伊会学了即个碧海自由伊会学了运用好遐个人啊。但是对咱来讲，遐个人是来咧贼仔呢，贼仔来咧探路的呢。所以你甲遐贼仔探路的物件，甲当作是台湾文化经典，这就是啥？史观啊，因为你史观用掌握掉的啊。过去的文献拢甲伊讲，这就是经典古典的册。结果遐人就无头脑啊，就讲老师讲这是重要的，所以咱就爱对咧讲，对，这就是重要经典，拢无思考啊。等甲有一天伊做教授啊，伊嘛做老师啊，伊就搁甲这套传落去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主观上佮客观上才欠缺，才造成咱拄则讲的遐尼济憾果啦。好佳在，我较早大学的时阵呢，我毋是读文科的呢。好佳在，我大学是读理工的呢，拢无这个包袱，对无？所以我拢毋免看遐汉文，毋免受到遐汉文的即个史观影响着。咱是一张白纸，会当减少。虽然以前中学也是讲大学捌封闭，爱读一寡中文，毋过迄是简单的尔，初级的尔，所以咱就袂受到即个影响。即会当跳脱着即个传统的遐束缚出来，咱即摆再来讲史观的部分咱大生拄则讲着即个史观，再来咱着爱先甲台湾史观确立好势。你若无确立，后壁要讲着白话字的文学、台湾文学，就讲袂清楚啊啦。所以遮若无背会清楚，后壁就拢无法度。当然，现处是伫政治上、现实上，话政治上若无解决，咱伫文学上嘛无法度解决啦。有一寡物件是政治上若无解决，咱嘛无遐紧就会当解决，爱较久的时间。简单讲呢，中华民国无等于台湾啦。因为中华民国无等于台湾呢。所以呢，中华民国文学嘛无等于台湾文学啦，这两个是无共的物件啦。你这个布啊，毋好当做菜龟啦。中华民国文学还中华民国文学，台湾文学还台湾文学，迄是虽然无共的，无共文学。虽然过去因可能拢用汉字，有用汉字无代表因就是完全是共的啊。所以中华民国文学甲台湾文学是两个无共的，虽然有关系有密切，可能有一寡渊源，但是遐渊源毋是干那甲台湾文学的渊源，毋是干那甲中华民国有关系尔，甲日本文学嘛有关系，甲西洋文学嘛有关系啊。像咱搁较早之前咱讲早期遐白话字，透过遐传教士传翕来，因嘛甲西洋的遐现代文学的概念，也是讲遐囡仔故事。伊嘛拢甲传翕咱台湾啊，所以影响着台湾文学，毋是干那中国的汉文文学尔，日本文学、西洋的文学嘛拢有影响着啊。再来中国甲台湾嘛无共啊，所以中国文学嘛袂使等于台湾文学，迄嘛是两回事啊。虽然伊有互相有一部分受关系，但是无完全有关系啊。这就甲越南共款嘛，越南伊嘛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但是你袂当讲。越南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啊，嘛袂使讲越南文学就等于是中国文学，所以这个前提咱得爱掠清楚，了咱才有度去看后壁这个台语文学的发展要一开始这个史观呢，咱要证明讲这个史观安尼较对呢我这嘛是简单补充一下为什么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是两回事？是两个无共的代志咱先来看战后初期，1945年迄当时呢，其实蒋介石因会当来台湾，毋是讲日本投降就随甲台湾让互因呢进前教科书讲啥物开罗宣言二次战后台湾的根据开罗宣言，就回归中国就兴中国，这是。中国国民党伊个一厢情愿的讲法啦，
这是伊新闻稿尔，这无法律的效力啦，无国际法的效力啦。哦，这是原稿，哦，迄当时伊原稿根本也无人签嘛，迄嘛是一个新闻稿尔。哦，迄新闻稿在你画爽的尔，都毋是讲你讲人个要正式，要处理战后1945年日本战败了，要处理迄爱根据旧金山合约，迄是逐个交战的48个国家坐落来谈了呢，毋则有效用。正式咧签约的，迄毋太是有效的。你若干那这开罗宣言哪有效？即个敢袂输即摆，譬如讲即摆查即个武汉肺炎，我嘛会当讲啊，我要关互政府1000万剂啦，我凊彩讲嘛会使，对无？十人讲的啊，做会到做袂到，迄凊彩讲的，对无？所以呢，迄当时呢，这是1945年10月25，日本投降的一个典礼。人日本是向联合国投降呢，毋是向蒋介石呢。迄当时是麦克阿瑟呢，联军的统帅指定蒋介石代表联军去接受伫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以及越南北部的日本军的投降呢，也就是台湾甲越南北平呢，即两个所在，还有中国拢总3个所在的日本军的投降，由蒋介石代表联军去负责。是代表呢，毋是讲单送互你国民党呢。这伫即个蒋介石伊家己嘛知影即个所以呢，1945年9月初2，麦克阿瑟发布迄个第1号命令指派蒋介石代表联军去接受即3个所在的日本军投降了。蒋介石伫同一年9月初9，伊就去发布中国政府的最高统帅命令，这内容恁家己会当看。伊就是照麦克阿瑟讲的，我就是依照麦克阿瑟的命令来对这3个所在日本军的投降。你这3个所在日本军爱听我的，甲武器交出来，是安尼尔呢。人敢有讲台湾、越南交日本军也投降了，拢送互你中国国民党，敢有送互恁中华民国？无啊，嘛拢无啊。你看着越南的例。咱补充一下越南，伫迄个时阵，1945年8月15，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越南、胡志明因掠着讲这是真好的时机，所以随发动8月革命啊。为8月15到8月底2礼拜，你看因规个越南这大小城市拢甲占领起来。咱即看这红红一点，就像因占领起来所在。伊占领起来了呢，伊虽然嘛，伊消息足灵通，伊共9月初2迄一天，9月初2，也就是麦克阿瑟发布第1号命令迄一天，伊随宣布越南独立，伊伫河内巴定广场伫遐举行建国的宣誓所以越南的国庆日9月初2由来就是安尼伊宣布越南独立，为啥伊要遐紧宣布呢？伊就是惊讲伊有知影风声，惊讲蒋介石啊入来呢，会假借找一大堆理由啦，拢毋走啦，安尼越南就麻烦啦。所以伊就先下手为强，先发声，先对国际宣誓讲，我是要独立的哦，你毋好讲到时来你就是要，你遮列强要甲占领，要甲借去呢，拆这落北呢。所以人先发先赢咱即摆看这相片。这就迄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去甲越南因伫遐呢阅兵式这阅兵台顶头阁有即个车轮旗，阁有孙文的相片这是呢军队要去河内，所以迄当时越南即个蒋介石派20万的军队入甲越南南部呢是由英国甲澳洲因遮军队去占领各位咱甲想越南迄时阵人口无偌济啊，伊太着个蒋介石太着派甲20万的大军要去甲越南创啥？而且人日本军拢嘛投降，也袂甲你举枪烧兵啦。你派20万是要创啥？所以当然有政治的企图啦。历史上2000年来，中国差不多派20万的军队啦。
平均册拢差目的就是啥？想办法就甲越南借来啊，若借来越南就变做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啊，可惜伊食无落来啦。哦，啊，即个蒋介石因派入去了，派20万军队入去了呢，伊安怎介入越南的内政？哦，要求越南啊，伊就扶持越南国民党。哦，啊，要求胡志明呢，啊，甲遐个内阁啦，遐国会释出让一半出来，让一寡释出互蒋介石支持的人。过来呢，伊要求胡志明呢，爱交粮食出来，甲遐猪，就是遐会食一个、会穿一个、用一个遐个粮食呢，拢交出来。啊，为虾米？因为蒋介石伊要扶持。即、个伊要饲100万大军啊！伊当时要甲甲共产党相战啊，所以伊爱饲100万大军啊。也简单讲就是去抢粮食啦，抢越南粮食啦。所以一方面介入越南内政的内政，一方面抢越南粮食，因为安尼夭失200万人啊！迄当时夭失200万人，啊！你看有夭寿啊，无夭寿，死去的比咱200死的加几十倍出来啊！啊尾啊呢，落尾胡志明只好联合法国，联合法国的力量，才甲蒋介石赶走去啊！这咱就简单小讲就好。啊，我拄则讲的，迄毋是我个人咧讲过呢，我毋是像王乐天讲过安尼吼，伫遐讲过呢。我讲的是事实，这伫越南的教科书拢有写。咱即摆看到这是即个越南的历史教科书，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你啊看。伊这册叫做历史，历史就是历史啦，历史高中差高3的时，历史教科书内底拢写，我拄则讲的遐，迄个大概的内容，伫个历史教科书拢有写着，所以呢，为即个越南即个例，咱会晓知影，就是讲，你来台湾根本都甲越南是共款的，迄是嘛，个是委托你的啊。啊，是你买啊咧！1949年了都无路通走，拍输啊，所以咱守伫遮，屈伫遮，毋愿走啊。这就敢若袂输讲，咱兜本来有一个乞者来，来分，咱本来想好啦，看你可怜，分你一碗暗糜啊呢。即摆足过分呢，甲你分2万呢，讲要去恁内底住，住来了呢，煞要讲这厝被因兜下啦。换要甲咱赶出来啦！这就是人讲的乞者咧赶庙公啦。所以这个台湾甲中华民国的关系，咱得清楚。中华民国是伫中国建立的政权，甲台湾完全无关系啊。是1949年以后，特别伊是利用1945年马克思委托伊来，伊用迄个机会占领台湾，伊怎甲占呢？1945年了，因无所在通去，只好全规个伊遐军队、伊遐难民全部拢刷来台湾，是安尼呢，迄关系是安尼呢。所以中华民国要借着台湾的即个身躯来变做因的国家，是安尼。即个历史观点，咱也无清楚是，咱就无法度理解战后台湾文化的发展啦。接下来呢？咱就准备过来讲战后台湾文学的发展吼。咱先讲战后初期啦，就是蒋介石要活的这段时间，为1945到1975年这段时间20几冬呢，将近差30冬啊，这段时间呢，大概有几个重点啦，我甲迄个结论起来有3个主要的重点啦第一个就是讲蒋介石政权来了，只有台湾意识的台湾作家呢，若毋是防台，就是防逼迫离开台湾啦，毋是伊牺牲去，无就是你变做黑名单，无法度转来台湾啦。譬如讲，林茂生就好啊，伊就是防台啊。林茂生的学问是比欧式较悬呢，比中国的胡适真侪人讲到五四运动，拢讲到胡适、欧式。
林茂生的学问是比乌色加足悬的呢。结果，伊就是伫228的时阵，迄个国民党的特务刣死，到进尸体嘛找无啊，伊就用即种垃圾部的，用即种乌道的方法，就甲你避消息啦，互就被碰见啦。林茂生，咱台湾会使讲是国际级的一个知识分子呢。伊第一个，伊是咱台湾第一个东京大学大学毕业文学士，第一个了呢，佮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甲博士，伊开2档就甲硕士、博士2个拢牵照起来。结果乌色共款嘛读哥伦比亚大学哦，毋过乌色呢比林茂生较早入去读，较乌尾出来毕业啦，较乌尾毕业啦。乌色读10几档较毕业啦，人林茂生读2档就毕业啊。哥伦比亚大学啊，哥伦比亚大学伊是教育这方面的专家啦。乌色伊嘛是哥伦比亚博士，人林茂生嘛是哥伦比亚博士，因两个拢共款，共一个指导教授啦。人林茂生毕业的时候，人伊指导教授是希望讲你甲咱留落来留来教册。你这优秀，爱留来教册。人林茂生讲我要转来奉献互台湾。踮遮教册虽然对我个人足好，毋过呢，我要转去奉献互台湾。乌色是因老师拜托你紧毕业啦，毕业了就好，送奉上启程拜拜，see you next time 安尼啦，无甲留呢。所以你来看，林茂生的学问是比乌色较悬的呢。结果呢，伫蒋介石政权甲乌色抱甲好，偌了不起咧。当然，咱毋是讲乌色歹，但是咱互相比较的时阵，林茂生比乌色较优秀啊，对无？乌色伊会当做甲中央研究的院长，会当做甲北京大学的校长，若无国民党会当做迄哦。结果比乌色较厉害，林茂生，你看，伊原底伫成大教册，伊嘛是咱成功大学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啦。伊迄当时教德文、教英文啦，而且毋但安尼呢，林茂生对台语白话字嘛足支持的呢。伊伫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内底有一个专栏，叫做台湾字的即个新台湾话的即个图通就是咧探讨讲。咱台湾话未来要哪发展？伊亲自伊家己嘛是用白话字来写的呢，写台语呢。尾伊成大遮甲战后呢，国民党都要来接收台湾，台湾大学伊就欠人，无人通好接收，所以就找林茂生去斗做斗相共就对啊。结果人林茂生学问遮悬，比乌色较悬呢，去甲台呢。讲毋通正式做，含校长嘛无，含文学院院长嘛无，敢互伊讲代理的院长啊，互你做代理的尔啦。这就是中国人的想法。你台湾人较牛啊，免想要做正的啦，恁拢家当做副的啦。中国人较含慢嘛，做正嘛拢无要紧啦，台湾人就袂使啦。这就是迄当时国民党的心态就是安尼。所以你看，这林茂生若做台大校长嘛无超过啦。林茂生若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嘛，拢无超过啦。结果遮优秀的人，就是伫228的时用病死，用刣死，佫是无缘无故、无原因，毋知安怎就甲你爱刣啊！所以你看，台湾早期有台语意识的红台经典的代表人物，就是林茂生。不止伊尔，佫有啦。咱时间有限，咱就无要讲遐济。佫来被逼离开台湾的。嘛有呢，嘛足济呢。王玉德就是被逼离开台湾的。咱即摆看即张相片内底，倒手边坐咧，即个就是王玉德。正手边这是伊的阿兄，叫王玉林。讲到王玉林嘛是呢，嘛是228的时阵，就去互遐土匪政权刣死啊。嘛是到阵尸体找无，当时刣安怎刣嘛，拢无爱甲你讲。
伊嘛是有台湾意识的人向台是的代表人物之一。王玉德，伊知影因阿兄向台是尾啊呢，伊嘛知影讲国民党迄当时嘛，甲伊列做名单，准备要杀伊啊，所以尾啊伊就走路，走去日本啊，尾啊规世人拢国民党列做黑名单，到死到1985年伊过身，嘛无就倒来台湾。所以咱讲蒋经国占领台湾初期，第一个就是有意识的，若毋是台，就是被逼离开啦。咱遮拄过，就是即摆香港人嘛是当着的代志啊。香港人即摆嘛是啊，香港人即摆拄着问题，完全就是过去台湾人拄着问题啊。咱台湾是佫比香港佫较惨啊。佫来第二个重点，留落来，迄寡无台视的，迄寡无被逼离开留落来呢。若毋是互家子，就是乖乖做顺民啊啦。家子是安怎？用喙齿夹掉牙，无语袂讲啊，对无？你该讲北京话啊！你遐创作的日本时代用日文写的，用台文写的足够的。你真诶若要伫国民党因办的这刊物顶头会当刊出来，你得乖乖写中国话啊，对无？就是台湾人用假字啊，无你来做顺民啊，爱破迄个国民党的啊，爱甲破啊！留来就拢安尼啊，过来第三个重点，因蒋介石政权来，因知影讲台湾人甲中国人是无共的，所以伊要想办法爱洗脑嘛。所以呢，伊在甲台湾搞怪，甲变做中国文艺啦。所以因就有做因的中国文艺的相关的团体。过来，因就鼓吹、扶持因遐中国难民，因遐中国作家，不管你是二流的、三流的啊，人讲米卡、C卡吼，来甲台湾拢变 A 卡啦，迄当时走落来台湾拢跑米卡、C卡，结果咧，因的文艺因为着一卡无来啊，留伫中国啊，所以因拢伫蒋政权的体制下，因拢变 A 卡啊。白先勇因遮人就是安尼，余光中遮人就是安尼啊。当时蒋介石因的文艺政策是啥？反共抗俄文学啊！你的文学，你只反共反苏联，就对啊啦。插你有啥物文艺水准也无？反正伫你的写到尾啊，你就讲三民主义一定统一中国，就对啊啦。这就是50年代、60年代足侪只反共文学。咱台湾人呢？还佫伫遐学波泼摸的咧，所以台湾人开始遐留落来，互家子的遐顺民的作家的，你还佫开10几档的时间学中文啊。所以台湾人真正有法度用中文来创作嘛，差爱到70年代以后啊啦。所以50、60差不多拢嘛因遮作家，因遮中国来第一代，无就第二代，拢嘛遮因安拢较团较薄拢嘛因下，规个文艺体制拢嘛因遐人，出版业、报纸、杂志拢嘛因咧落，对无？较早媒体两段拢嘛因遐咧落，文艺副刊拢嘛是遐军中出身出来，拢军中出身出来啊！无就是甲遐军中有关系，无就是拢遐甲国民党有关系，你才有法度有名嘛，你才有法度刊入报纸，你才有法度出版嘛。你的作品才会当互编入教材嘛？这个东国时代啊，蒋政权占领台湾初期，台湾人根本无空间啊！台湾人安尼，台湾人要安怎？所以甲足侪殖民地的文化抵抗共款啦，足侪拢是为外口、为外国海外引导转来。迄潮流由海外开始演转来，所以台湾嘛是咧。台湾你为1945年以后，到1970年代迄30档当中咧，会使讲是戒严时期，蒋政权伊要伫诶时，迄阵是独裁时期呢。你若无遮样的话，迄阵毋是掠去杀，就是掠去关呢。
所以迄当时台湾人留落来，就我讲的啊，从家子啊，无你就点点啊，啊无你就顺民，搁较迄共扑人拍啊，哦，啊无你就过去卖写啊，哦，就变安尼嘛。所以然后点睛落去啊，啊开始有起风影，开始有台语文风影，拢危害我啦，危害我开始。啊，咱台语文的风影呢，海外就有两个路线，一个为美国、加拿大这边吼，美洲这边的路线，一个就是为日本的路线。所以这两个路线开始，这个为海外海影呢加入来咱台湾。大省呢，咱就来讲，伫美国这边啊，伫1977年迄时阵，美国的台侨李丰明啊，因就招一群人发行着台湾语文卫报啊，台湾语文卫报，1977年啊开始来发行啊。啊，当然这报纸呢发行无偌久啦总是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开始。然后为遐开始了呢，大家人开始鼓吹啊，开始有迄个思想包括这个咱为美国回来真重要。这个学者出身郑良伟教授伊当时伫夏威夷大学因为伊伫这个美国大学教册，所以伫学术上有一定的这个声望。所以伊伫美国，伊嘛就伫遐鼓吹着爱用台语文书写咱即摆看到这是后来这是这个差10当前10当前的时阵，迄当时咱2011年咱成大有办一个台湾罗马字文学的研讨会迄届有邀请郑良伟教授转来做专题演讲嘛是要肯定伊伊早前所带动的这个台语文的潮流办的一个研讨会当时呢，郑良伟教授当然不止伊啦，还佫有真，但是伫学术上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郑良伟教授因为伊拄好伫即个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即个东亚语文学系伫遐做教授迄当时伊嘛出甲台语有相关的教材上早1977年迄当时呢，因为台语即个词是禁区，袂使叫做台语，所以迄当时叫做台湾福建话的语音结构甲漂音法即本嘛真重要。迄早期就讲台语文要怎写基本的即个语音的规律是啥，真重要像我学生时代读大学的时阵，其中甲台语有关系，嘛是受到伊即本册的影响过来。后来，伊伫1993年嘛，佫有出精缩台语罗马字练习甲规律就是要你练习台语罗马字是讲伫1988年呢，伊当时嘛编这个林宗元台语诗选，开始鼓吹讲台语爱发展文学性毋是干写安尼就好，爱佫发展文学性类似安尼。当然，伊出的册还佫真济咱这是举几啊例代表所以为1977年到80年迄段时间呢，伫美国遐郑良伟教授，因为伊拄好有学术的背景有这学术背景，就较无人敢甲即个口说讲安怎，无咱嘛知影。变若讲着台语，足侪人你无水准啦，甚至伫学术界嘛是呢学术界嘛是呢。若讲台语文恁咧拢无水准啦，安怎无想着讲资源都拢互恁中国话退去对无？你看逐个学校中文系专任的教授拢20-30个缺互因做甲死，免创啥嘛无要紧结果台文系缺要做一个台语文的老师的专任的缺，足恶退着的，足歹退着的，缺足少的。安尼，你规个中华民国拢是扶持这中文尔嘛对着台语根本无互伊相关的资源安尼要研究要做会好所以呢，迄是无公平的基础所以呢，因为郑良伟教授拄好，伊伫夏威夷大学夏威夷大学伊伫即亚洲研究嘛算真有名所以因为安尼呢，伊出来讲的时阵，
就一寡华语派的人，就较毋敢正面来否定伊，所以这嘛有真重要的一个鼓吹的角色所以海外这波呢，咱就以郑荣伟教授，伊为美国遐开始了呢，然后倒转来台湾推杀安尼这是一个路线除了美国这个路线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的路线咱要讲的是这个王玉德博士这个王玉德博士，咱拄则嘛讲到，伊阿兄王玉林检察官，嘛是迄个国民党的特务台士尾伊只好走来日本规世人拢互列做黑名单，真可惜，无法度转来。但是呢，王玉德虽然人伫海外伫日本，但是伊对台湾影响呢，嘛是真大，嘛是真大的即个影响伊除了对着迄寡台湾人去日本留学的遐留学生有影响之外，其实后来呢，伊的真侪作品尾拢有透过前卫出版社踮台湾出版，尤其是解严以后了呢所出的早前，比如讲包括自立还是讲前卫出版的这样呢，对着迄个年代台湾解严了呢，真侪台湾人爱读甲台湾有关系遐册呢，嘛真大影响。包括我家己嘛是迄当时阮先迄个淡江台语社嘛是拢会看伊的册无看郑荣伟教授的册所以伊影响嘛是对着国内嘛有真大的一个影响即个特别呢即个王玉德博士，迄当时嘛是伊上伊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台语研究，嘛是第一个有现代语言学的即个训练，然后做台语研究，摕到博士的第一个人就是王玉德博士伊的即个博士论文呢就是研究台湾话即个词类或者相关的研究。尾呢，伊论文写了，伊为了出版伊的论文呢，伊家己厝卖掉，自遐经费卖厝的经费来出版伊的册所以你看人甲台语文当作一生的志业的人看代志拢看足远的这是咱应该肯定因遮的人，感谢因遮的人伫早前所做的贡献伊呢真重要的两本册啦咱拄则讲伊博士论文之外呢当然伊即个前卫出版社尾后甲出的专辑各位若有趣味会当去甲前卫交关其中呢对着建立台湾史观的台语文学安尼来甲看，有两本册真重要啦，就是王玉德的课文的台湾这本册，还有伊的台湾话讲座这两本册。我大学的时阵嘛是读伊这两本册对着台湾的历史，对着台湾话才有深入的认识这嘛是当时大学时阵学生运动阮学生社团嘛一定拢会来使用会来读的两本册所以这就是台语文学呢为海外开始起稿转来就是美国个日本差不多这两个路线过来呢，咱若要讲1987年戒严以后1987年7月台湾戒严1987年以后呢，到2000年这段时间呢，我甲号做这是台语文学的国活期啦，国活起来时期啦伫87年以前呢，台湾戒严嘛，你看这蒋政权有含无？台湾戒严38冬领一个红婴出世规世人拢戒严到38岁啦38岁呐，较早出来若古早较早出来38岁做阿公啦，一世人差不多一世人出世就互戒严38冬，你看有含无？到1987年以后解除戒严才开始有较多元车拼的时阵
所以1987到2000年，我也讲这是台语文多元车拼的时阵啊。所谓多元车拼，就是真正足多元的，团体足济啦，主张足济啦，足济种无共的主张，足济种无共的团体，包括台语文的书写方法嘛，足济啦，叫多元车拼的时代。接下来这部分，我来按照这个书写方案来分啦，有全罗的啦，全部用罗马语来写，嘛有汉罗的，嘛有全汉字的，用安尼来看可能会较清楚尤其咱今仔的重点会是这个甲白话字有关系这个全罗的这个部分呢，全罗嘛有分啦当然传统上是用白话字，但是到概念以后，特别1990年代以后呢，我嘛足侪人有足侪种无共套的呢，毋是干那白话字尔呢。虽然白话字算上早上历史的，伊的文献、伊的文学的作品上侪，毋过有的人足侪人其实拢毋知影较早教会有用白话字啊。包括我拄开始伫淡江新的台语社，我拄开始嘛毋知白话是啥物，我拄开始嘛毋知长老教会是啥。因为阮本身，阮兜都毋是信教的人咧，所以我含白话字一开始嘛拢毋知，迄嘛是后来较知影的。所以迄当时，特别是90年代，足侪母台语文的人，因为咱过去学校拢无咧教，无教台湾史嘛，咱拢毋知影以前早就有台语文嘛，早就有白话字啊，拢想讲我家己咬啦，拢想讲我家己要做冲结造字安尼啦。所以迄当时我拄过上无100套以上啊，足侪人。包括迄当时拄开始，我嘛想，我家己也要来创造一套呢。真正迄当时足侪人，虽然要做冲结啦，要造字啦，因为咱都无台湾学的教育，毋知影讲其实台湾都遐好用的白话字，100话当中都有啊咧。咱即摆来看，先看白话字的，伫1989年的时阵呢，陈义仁牧师，伊有发现即个方向当然，伫这更较早之前，教会由台湾火城教会报，为1885年开始发现，到1969年去用禁止，上尾一档会当用白话字，到1969年以后，就拢改做中文啦，所以就断绝去啊。尾啊呢，1989年，咱即摆即个伫敢若屏东即个。即个陈义仁牧师呢，伊发现一个方向的杂志，这双月刊，这个规个拢用白话字来发行的但是发行无几期，尾也嘛断去啦，因为可能伊遐人较少啦，较无团体力量来做所以创无几期，尾就断去啊尾后来佫用全白话字发行的，是到2000年以后，有一个台湾字由郑时中医生、高医的医生但是可惜嘛是发行无几期，尾就佫断去这嘛是较无彩佫来就是主张白话字的，佫另外一个路线这个是郑义玉牧师郑义玉牧师，伊当时伫台南神学院教册咱知影南神就是咧培训长老教会牧师未来牧师的咧因即嘛是还佫有即个课，虽然白话字的比重无大啦总是嘛还佫有迄当时郑义牧师伫南神呢，伊有开办台语文化教室，为1994年开始，伊有开办即个台语文化教室伫遐教白话字这甲后来台湾罗马语都有关系甲高乐会、台乐会有关系。因为呢，就是拢为遮个台语文化教室，伊是拢用白话字的，因为伊本身是白话字，伊是牧师伊嘛是主张全罗，所以伊教伊就是用白话字全部鼓励人来用白话字，全部白话字来写。所以后来高乐会、高雄罗马协会，也是讲台湾罗马协会初期拄开始遮个成员创会成员，差不多大多数拢是郑义玉牧师的即个会使讲为遐牵教出来的学生包括咱即个台乐会第一任的创会会长张福柱医生也是讲咱台南即个拢用台语
即顺，佮用台语过即顺，即个李文正议员等等吼，包括即个金台友呢，真侪呢，嘛是拢有参加过即个台语文化教室所以这嘛是真重要因为咱知影呢，到90年代以后白话字有小可小可要断正去安怎呢？因为大家人受中文的教育为1945年来，中国人来了，像敢若压咧你无学袂使你来对伫波波摸支持诗学无好，伊佫甲你笑讲恁这台湾国语结果咱用头遐久无法度拢受教育出来，所以呢，变成看汉字较惯势，看罗马字、看白话字看袂惯势所以呢，90年代以后较可惜就是讲，白话字就无像20世纪初期安尼占主流，较侪人咧用90年代以后变成豆是汉罗变做伊较主流的趋势，也就是讲汉字甲罗马人咧用，即个罗马字可能大多数就是用白话字，你要叫伊读全罗，全部用白话字读，速度伤慢，看袂惯势所以这是90年代的一个特色就是用迄个罗马字去用弱化，去用外来政权弱化去但好甲在第二只牧师，1994年连续10几档，伫即个台南新学院有开即个台语文化教室，有夜整，有点指落去，所以后来才会当促成台湾罗马协会的产生。咱即摆全台湾主张用白话字写作不管你是用全罗还是用汉罗，上主要的团体就是台湾罗马协会这咱等后壁会佫介绍好除了白话字这系统之外，咱拄仔讲较几百套的啦这进前杨文元教授呢嘛做过调查甲即个张学谦教授嘛做过这调查足济啦迄90年代佫有一个特色就是大家若拄着就是讲这台语文要哪写，要哪创作汉字要用倒一字要用倒一套的汉字，还是讲要用倒一套的罗马字较好势，拢咧争遐啦。这是90年代初期一个真重要的特色所以他拢拄着拢咧冤家就是安尼迄当时譬如讲咱佫举一个例较早期的像讲林继雄嘛算较早，林继雄是成大化工系的教授真可惜，前几档已经过身去伊嘛是对着台语文真支持伊迄当时呢，伊就出版现代文书法，就是用 ABC， 但是伊的声调伊毋是用调符，伊是用罗马字的符号去代表声调就对你当然你要照伊迄个规律，伊的规则来拼拼字所以伊当时1988年伊就出伊连续出几啊本伊嘛有组因的一寡即个团体但所以伫早期呢，迄段时间呢，90年代初期有一定的一个分量甚至美国有一寡大教嘛有采用伊的即个现代文书法啦但是后来90年代初期以后了呢，就较无活贴即另外一个陈庆州嘛是这伊发明台语科军嘛是用罗马字有伊家己一套的规则咧拼写台语就对像这拢是一寡例，就是全罗的除了白话字之外，嘛有人感觉讲这教会这无好用，伊要创造家己一套，嘛是有啦。但是呢，凭良心讲靠组织性的影响较大的，也是白话字的占多数啦像讲陈庆州先生呢，伊本身是气管医生我大学时就捌伊因为迄当时呢嘛真感动啦差不多逐场台语文的活动，伊拢会去，爱去就拢会分团单去介绍伊科军，足认真的啦虽然咱嘛知影伊用的这虽然是真认真，毋过这都无啥可能啦所以呢，确实伊即套就是主要就伊家己咧用尔。会使讲就无啥物群众伫对啦所以这就有这问题，就是讲你家己独创的，迄当时足侪人独创的，不管你是用颜文的，
用罗马字的，用啥物造字的，到落尾作者拢是作者家己一个人伫用尔，哦，这是较拍算吼。过来，咱就来讲汉罗即个系统，吼。汉罗这嘛是咱即摆呢台语文书写内底呢较普遍的一种做法啦，吼。当然汉罗内底罗马字的比例要用偌济，这个在人的啦。有可能100字甲插一字罗马字嘛讲汉罗的，画100字内底甲插10字、20字嘛是汉罗，画甚至插到30字嘛讲是汉罗的，这个在人的啦，吼。但不管咱就用较松的算法，只要你都难着1、2字罗马字就算汉罗，大多数拢是汉罗的，即摆台语书写才拢是汉罗的。当然这无法度啦，因为咱这过渡期嘛，咱即摆是汉字的逼迫，爱学汉字的社会啊，所以你汉字第一期间摕袂掉，暂时先过渡期 ，OK 啊。但是未来要安怎吼？当然迄就个另外一回事吼。咱即摆讲汉罗的代表性的团体甲即个杂志，大先咱来介绍就是台湾通信这是战后，尤其是改严以后，我感觉上重要。影响上大的一份杂志兼团体啦。安怎讲呢？因为这份杂志即摆虽然有改名，毋过嘛是还佫发行，继续发行。战后发行上久的台语文团体、台语文杂志，就是台湾通信。当然即摆改名叫做台湾通信网报啊。伊甲另外网报合并变做新的但是共款这因缘来甲算的时阵呢，算是战后上侪人用上发行上久的啦，上寿命上长的一个杂志为1991年开始发行这个台湾通信的发行呢，其实嘛毋是国内开始的呢，嘛是为国外为美国开始的。这个我拄则讲的，足侪殖民地拢共款，文化革命拢是为外地起风应了，才个演转来台湾的啦。台湾通信嘛是安尼，上早是由美国的台侨代表人物就是伫 LA 美国加州 LA 郑良光先生因遮一群人伫 LA 遐嘛一群支持台语的人。郑良光先生就是咱拄则介绍的郑良伟教授的小弟啦。郑良伟教授伊是学者，所以伊有学者的即个扮演的角色是较学者型的。伊的小弟是伫美国做生意算生意人的一个大商所以呢，伊就较有无共的即个推广的即个步数所以这份台湾通信上开始的发行人，就是由 LA 的郑良光先生因遮一群人开始来发行咱即摆看的相片，倒手边即位这是10当前所翕的10当前我去美国去巡回演讲的时阵拄咱 LA 遮就是郑良光先生甲咱交代过来这份杂志呢，因为有30当，到今年30当啦当中当然对这份杂志有贡献，有负责编辑发行的有几个单位啦上早当然就是为 LA 遮一定支持台语文的这个友志来斗相共过来中途由这个伫美国东部有一个创美基金会创美子的这个纪念基金会伊嘛接手咧发行一段真长的几若当的时间这目前这个创美子的纪念基金会这个主席就是陈碧秀牧师当初时接这个台湾通信迄段期间嘛是陈碧秀牧师伊伫发落这个创美子呢，咱嘛简单小重点甲介绍一下为啥咱有这个创美子的纪念基金会呢？伊这是一个咱台湾人嫁去日本一个医生伊本身做囡仔伊医生嫁予日本人伊迄当时呢，伫日本的时阵呢，因逐当都拢会捐钱捐互即个台湾青年，就是即个台独联盟日本的台独联盟的机关报逐个月拢会定时捐钱
悬减较5万块的即个日票互因，逐个月持续20几档，伊嘛拢无用本名，是尾后来呢，伊过身去了，人才发现讲原来这拢伊20几档来，伊逐档拢咧点点咧奉献，尾呢，伊的小弟伫美国呢，才甲用一个创美子的纪念基金会来纪念，像这款，遮尔为着台湾心，但是伊嘛无想要出名，遮尔济，其实早前台湾人真济拢是安尼，为着台湾点点牺牲奉献，伊嘛无求出名的遮个人，所以伊就用这个基金会，所以台湾通信其中一段时间嘛是由这个创美基金会、创美子的纪念基金会。伫即个美国东部这边来接办过来有一段时间呢，即个台湾通信的编辑群是由咱伫加拿大伫多伦多的多伦多遮的即个咱台侨伊嘛负责编辑几若档这嘛足无简单咱多伦多遮嘛一定即个因嘛有即个。台湾通信的读者联谊会因嘛拢有定期咧聚会，嘛是真重要伫海外来斗推广着台语文这部分真重要，而且编辑群当然尾即个台湾通信呢，后来就刷转来完全踮台湾出发行包括伊个时间都拢由台湾遮来发行，这是李光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成立以后。这1996年成立尾伫2000几年以后呢，才规个转过来由即个李光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才继续发行即个台湾通信迄当时虽然为外国传来当然台湾遮嘛有联络人所以迄当时台湾的联络人主要有3位一个就是即个陈鸿辉咱遮看即个陈鸿辉女士伊即嘛是咱李光曲台语文教基金会的即个执行长过来陈明仁过来廖瑞明因3位就是上早期负责台湾通信台湾联络处的即个运作上早期呢，即个联络处伫前卫出版社伫前卫出版社遐来咧运作过来。咱来讲即个另外即份报纸即个台湾网报1996年另外个创刊当时这是由陈明仁下面咱看这陈明仁咱嘛是真早期咱台文台语文真资深的作家嘛是咱台湾笔会整理师伊迄当时建议应该个先出版一个台湾网报。纯文学性的一个杂志因为台湾战线呢，伊算综合性的伊有文学的、有文化、有语言的综合性的一个杂志文学应该还有一个专门的文学性的杂志所以当时仁呢，陈明仁呢，伊就建议迄当时共款因3人组甲即个廖瑞明、佮陈鸿辉因3个即个就继续咧执行所以就开始办这台湾网报，1996年开始办当然这是迄当时的相片正边这是即个陈鸿辉倒手边这陈明仁这台湾网报尾呢，这份报纸到2012年的时阵佮合刊起来啦佮合作伙因为咱知影呢，即个。咱台湾呢，真正专职伫做台语文的人无济啦，因为即个中华民国政府无互咱足够的资源啦，伊即嘛拢调工的啦，伊若对着客家、对着原住民、对着新住民拢会调工等一寡资源，对台语呢，伊就要徛关山看马烧踢的，调工要无爱互你资源，要互恁人狗相加，互恁无共族群之间互相扣分。伫遐冤家所以呢，咱台语文的资源非常少所以你讲要有专任的人员来发行刊物、来经营社团真困难啦。真侪做遮台语文事工的人，足侪拢是无计较着薪水拢巴肚下安尼
无法度呢。哦，人个华语的是咧食满汉大餐呢，咱台语就暗糜呀一碗尔咧。哦，所以呢，咱资源真有限，所以尾啊后来考虑讲，资源有限之下，你若搁要用2个刊物，嘛无啊简单啦。所以尾啊到2012年，佮合并，佮合刊起来。各位若有趣味想要看，伊这嘛有一部线顶咧看，你通扫这 QR code， 会当来咱看搁来，咱拄则讲呢，就是汉语伫来即个台文通信或者是台文通信网报呢，加即个路线呢，应该是讲算发展了上大，也是讲影响力较大，赞助嘛较大迄当时拄仔办即个杂志之外呢，嘛有组成即个台文写作会串联各地即个读者所以嘛真侪人因为安尼开始着小架起来即个群众性着安尼架起来所以当时咱创台语文，也是讲台湾文学、台语文学呢，这毋是讲吹讲就有效，这一定要有政治的优势。政治上嘛爱施加压力，这嘛是一种文化运动。你若敢若无意识，敢若伫咧等候即个市民者讲敢若会可怜等2-3岁仔，互咱做台语嘛，莫笑想啦。这外来统治，伊无敢咱类似着足头笑啊，莫妄望讲伊会互咱啥物资源。所以咱若无即种觉醒的时阵，做无头路啦。所以就是拄好咱台文通信为遮考出来遮的。侪台语文的优质，比较得拢靠有即个运动观，嘛比较得靠即个视野，靠即个冲开所以咱迄当时呢，伫迄几冬真侪街头游行，咱拢去抗议、抗争包括去教育部、立委遐迄个游说，爱有台语文相关的预算、台语文相关的政策包括像这迄当时阮成淡江台语社。迄当时我是淡江台语社的即个创社社长咧，阮就嘛去参加一寡街头游行像这呢迄当时台文通信甲阮学生社团嘛做伙去参加游行，咱就甲咱口号炸出去，做一寡宣传这嘛是迄当时遮拢是淡江敢若倒手边迄位毋是剩拢是淡江的台语社遮个友志上街头去抗争即个除了咱拄则讲的遮个台文通信之外呢，当然台文通信迄当时豆母教出真侪人出来另外佫有一个较细条的路线，是由吴秀丽迄当时伊嘛办一个台语风1992年时嘛办一个迄个台语风伊这嘛是伊的罗马字拢是用白话字，咱即摆讲的这汉语，目前为止这拢是汉字甲白话字夹做伙的啦吴秀丽伊本身嘛是教会出身白话字嘛真敖但是可惜就是讲伊这边可能各方面的条件无法度所以这台语风办无几期了就停去迄当时嘛办一个台湾语文促进会，但是无偌久了嘛是就停去变做是台文通信这个路线所考出来的人有的人可能都继续伫无共的社团虽然是用无共的社团，毋过呢，其实拢互相的呼应再来，另外除了汉语之外呢，嘛佫有其他佫有2个路线，我爱小可简单小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是安徽人即个台语文牒甲亚正即个路线台语文牒是安徽人，伊伫1989年创刊1990年佫有革新版旧版的单纯就是报纸的剪接尔啦，剪打啦1992年因才家己有开始家己的写稿甲排版安尼总是迄个时代，这嘛算有一寡启明的一寡效果啦到1995年因佫有另外办一个亚正当然相对来讲的安徽人较属于汉字派啦，虽然讲伊家己讲伊嘛发明一套颜文毋过迄个颜文呢敢若剩伊家己嘛无啥咧用发明了就囥伫遐尔，囥伫红架岛顶呢，也无啥咧用所以呢，基本上一般拢会甲当做伊是较汉字派因为伊写基本上较
较惯势用汉字吼，因为本身嘛是中文系出身的吼。啊，这是台语文牒，因当时有一个台语社即个系统。哦，啊，相对来讲呢，当然伊只嘛靠一群人，但是人数就较无遐像台文通讯即个路线遐济人哦。啊，这是咱话是简单。啊，即个安徽运动的嘛有伊的贡献啦吼，譬如讲后来伊就争取到伫台中教育大学哈设立台语系，所以台中教育大学会当设立台语系，啊，甲伊嘛有真大嘛有真大的贡献哈，这嘛要甲伊肯定哈。啊，过来另外一个路线哈是林荣敏。啊，林荣敏本身是国校老师，啊，伊嘛是作家，啊，伊原底是用华语写，尾啊呢，啊，因为参与到这民主运动了，才开始觉醒，发觉讲，台湾人应该用台语啊，太用华语，啊，所以呢，伫迄个时代，啊，嘛改严了咧，因就开始我伫注意到这个文化甲文学的运动，啊，伊嘛有组一个台语文推展协会，啊，嘛有靠一群人，嘛袂少人，啊，即个因嘛发行一个家当台语人的杂志，但是即个家当已经停去啊，无发行啊，吼，咱即摆讲的足侪杂志拢停去啊，就除了台文通讯网报有继续，啊，个等后壁咱嘛介绍几份报纸有继续的，剩的差拢停去啊，过来咱讲文学界，伫文学界内底呢，1991由林宗元、黄敬莲、林荣敏、李庆华、陈明仁因遮的人呢，当然还佫有其他，这是举例啦，因就创立第一个台语的诗社，叫做汉字诗社，汉字诗社嘛，即个发行即个刊物，叫做汉字诗刊，但是较可惜，汉字诗刊嘛是发行7届了就无去啊，这是伫露天顶头呢，有人咧拍卖，即个这7本的即个汉字诗刊，好，咱拄则讲的，这是即个拢是社会上大人伫舞的咱即下呢，嘛来讲一下即个学生伫舞的部分啦，学生的部分呢，嘛是学生嘛差不多共迄个时阵真早就参与啊，包括我家己本身嘛是迄当时读大学1年啊就开始参与咱来看卖呢上早成立学生的台语文社团是成功大学啦，但可惜嘛是即摆已经停去，即摆已经无所以这有当时啊真讽刺当台湾语文会当进入体制，开始会当教的时阵，煞单学生对这就无要无紧去颠倒伫90年代，即个中华民国政权压制不准有台湾文学系，不准有台语课，颠倒迄当时学生较会支持咧。较有意识咧，较会想讲要组一个台语社来抗争所以上早是成大，过来台大1990，过来淡江1991，迄当时我拄啊读大学1年啊，去了呢我就感觉讲有这需要所以就组即个台语社。等下咱后壁佫较详细介绍因为淡江的部分我较熟悉过来1992年，咱就串联其他大学迄当时当然除了成大、台大、淡江之外，清华啦、高大啦，后来像讲政大、实践啦，嘛拢陆续拢有一寡社团陆续甲台语文有相关的团体嘛拢陆续来成立所以迄当时92年就成立一个跨校的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啦就安尼甲组起来咱再来看者这是淡江大学台语文社迄当时当咧筹备的时阵呢。徛伫遐讲话，迄当时的我过来，这嘛迄当时成立大会淡江的成立大会各位要看嘛，等下各位要看嘛，要看这啥物人这个范式应该嘛真侪人会知影这嘛是迄当时咱淡江的才女伊会晓家己编台语歌编台语歌，嘛写诗嘛得到咱。即个台湾文学馆的即个台湾文学奖台语的即个即个台语文学奖这是啥物人呢？等下才佫要看卖呢过来这嘛迄当时呢咱学生时代要组社团迄当时设计社旗啦正凭这就是我这迄当时咧摆摊咱边仔咱有看到一个客家社迄当时阮台语社组立了呢。台湾正式组起了，后来，阮有
分一个组叫客家组。了呢，阮嘛鼓励伊成立家己一个独立的社团，叫做客家社啦。所以真侪人拢讲恁台语的拢伫甲排斥客家，我讲这是天大冤枉啊！会使讲这是某一个政党的阴谋啦。自阮迄当时90年代开始舞台语社，为学生时代舞较紧，将来都毋捌听讲有啥物台语社团是伫反对客家、反对客人用客语写作的。等到咱拢是支持因呢，结果就是有诶一寡政党，就伫遐伫遐抹黑讲这台语起来地死客语所以就变成一寡人无理解啦，讲对，所以恁台语嘛袂使爬起来，就是安尼。但是这是个证据，较早徛这倒手柄，这是我因为迄当时呢，台语社通常会使讲无啥人啦，定定拢校长兼讲经啦，这大学迄当时人迄所谓摆摊社团摆摊伫遐要招生，你看我咧校长兼讲经，我甲另外一个社员两个人呢，也爱顾台语社的担，也爱顾客家社的担，这是迄当时的情形补充过来这是迄当时，阮呢即个社团成立的时阵呢，利用暗时去打宣传海报这是较早的我过来除了咱怎看呢？除了咱目睭有看的人之外呢，目睭无看的人嘛是会当来支持台语文的。迄当时阮社团的台语歌谣的指导叫做游英坤，伊嘛出版一本。细汉的时阵用点字的点字的台语文创作这可能有史以来第一本啦嘛是目前来讲敢这本尔点字的细汉的时阵这个有兼录音起来另外呢咱即摆看这是倒手柄，这是即个单行家真有名的作家单行家单行家迄当时伫淡江有兼课到94年迄当时。伊伫遐有兼课兼啥物课呢？台语课就是真无简单迄当时阮成立社团了呢，一直甲学校主张讲你爱开甲台湾有关的课拄开始当然学校无爱插管啦。伊讲台湾才几百档尔，中国都5000档都教袂完，还要教台湾咧创啥？但是阮迄当时就用社团名义，逐学期就甲落甲主张甲建议所以落尾呢，真正就有成功呢。伫我大学要毕业迄一档呢，单行家就是来教即个台语课台语课就是伊教嘛有请人开台湾文学啦，种台湾史的相关的课。所以咱有当时学生呢，尤其即摆即个年代，咱在座听众内底若有学生，毋通看轻家己的力量，该主张的要求学校爱开台语课。客语课还是原住民语言的课，母语课，就爱主张。即摆学校拢会真注重学生的权益，你的受教权拢会真受到权益。学生的声音颠倒比老师较大所以学生毋通看轻家己的力量这是迄当时阮社团起来了呢，嘛会做即个读册会这是迄当时读册会一寡情形像这是另外台湾史的即个读册会当时当然我嘛邀请一寡人来演讲像这补充说明一下，各位要看看这啥物人这是单方面为啥咱来写辨识量呢？因为迄当时30当前，阮邀请伊来淡江大学台语社演讲的时阵伊拢嘛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但是想会到后来，伊就拢讲莫阁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过来有一点，伊迄当时阮就问讲台语敢有文学？伊讲台语也无文学啦，台语无法度创作文学啦，伊对台语文嘛有偏见呢。结果即种人讲会当做甲正台文所的所长，佮做迄个英语教授呢，佮会当为遐退休呢。伊到即嘛是还无改变呢，对着台语文偏向台语文，讲这都口语尔，无法度变做文学。30当前，阮邀请伊来，伊嘛是安尼咧讲呢。这是足遗憾的一件代志当时社团当然就是咱除了台语文，90年代
学生台语文运动一个特色就是，即个台语文运动是爱全面性的，你爱甲即个土地的命运结合做伙。所以呢，譬如讲像这环保运动，咱嘛爱参与；建国运动嘛爱参与；文化运动嘛爱参与。哦，毋是讲台语就做你台语的，莫插政治，毋对啦。咱台语会互欺负，甲安尼就是政治甲咱欺负的啊！你救台语，你若无为政治落手，无建国落手，你是要哪救台语？所以当时会使讲，差不多所有的即个学生的台语文的社团，拢就是语言的全面性的文化运动啦。甲独立建国当时结合做伙，甲社会运动嘛是结合做伙所以像这迄当时的即个街头运动，像这是环保运动，阮嘛是爱去参与这嘛是反核的即个运动甚至一寡政治的即个选举场嘛是拢会参与着因为这甲台湾命运是有关系。过来像讲，迄当时咱嘛办即个台文的比赛这是第3届，1994年第3届就是学生台语文促进的成立了，咱就办即个台语文的即个比赛迄当时有写作啦，有演讲啦，足侪种的一个比赛包括迄当时呢，咱嘛积极去参加即个一寡营队像这是盐分地带文学营的即个颁奖迄当时盐分地带真侪伊拢会讲着台语。虽然无全部是台语，但是足侪像这伊办即个文学奖的比赛，4位得奖的内底3位拢是写台语的为倒评才算过为正评才算过这是我这嘛是淡江的这陈昭成这个另外一个这4位内底就3位拢是写台语的这是第一届这个南昆新的台语文学营就完全以台语为主的第一届伫南昆新这嘛是伫南昆新的即个台语文学营过来这是第2届营队台语文学营另外呢，这是即个世界台湾语文营，这是后来的世界台语文化营啦伊的前身第3届叫做台湾语文营后来就是即摆大乐会拢咧办的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像这淡江迄当时办刊物这是古早刊物，无像咱即摆讲Word 是讲电脑排就好，较早拢还是用传统的剪接的方式这是伊当时的报纸淡江先办的这是营队的活动这是迄当时呢，包括我在内，还佫真侪社员，台语社的社员，大家拢第一届开始创作认真讲呢，迄当时台语社呢，大多数拢毋是文科出身的啦，参加台语社淡江的情形。大多数拢是理工的，像我本身读机械，过来后来足侪学弟妹拢大多数拢毋是读文的啦，拢是读理工的，拢是为着要实践台语文的写作，所以大家拢了咧开始写作包括我家己嘛是像这第一届写台语文阿嬷的西徛钱当然为家己较熟悉阿嬷遐开始写过来过分的3分地这嘛拄好参加迄盐分地带有得奖的即个作品尾1996年嘛出版迄当时我就出版由台历出版社出版一个海洋这首海洋呢拄好嘛是迄当时的一个心情一个时代悲哀念一个伊讲我听到海洋在叫，伊扑出我的脑海，亲像在抗议。为什么海对伊来讲是痛苦的深渊照讲台湾是咱的母亲的，是安怎叫出母亲的名，遐悲哀，遐困难这海洋嘛同款呢照讲海是伊快乐的原乡呢但是为什么海对伊来讲是遐痛苦的深渊？就亲像讲台湾是咱故乡爱台湾惜台湾是安怎袂使讲台语是安怎袂使，竟然变做痛苦的深渊这就是海洋这首诗的描写的内容过来咱讲学生台湾语文促进会这是迄当时嘛是办一寡营队也是讲干部训练学生嘛有办即个杂志台语学生发行20几期了嘛是着订去当时呢咱嘛有一个5拍的计划5拍的计划就是甲一寡名著国内也是国外名著来翻做
即个台语文啦，拢总出2届过，出2版过，即个学生台语文促进会成员现况，目前呢，还佫有伫台语界，包括杨文nghệ伫中教大，丁凤珍嘛是台中教大学，林如凯伫真理，我伫成大，另外佫有一个梁胜富，即摆嘛是成大，不过伊伫资讯系，像讲陈吉东伫台安高工，即个吴国正，即摆是电视台，佫电台名主持人，以上迄是2000年以前，改严以后，甲2000年以前，当咧车拼建国时代，甲2000年以后，当然第一届换政权。所以咱讲2000年以后呢，就是台湾台语文学，种台湾文学的正名期啊。2000年8月，咱成大台湾文学研究所成立，当然即个台湾文学所后来佫变做台湾文学系啦，当然还佫真侪欠点，总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点啦，一个改变的点啦，就为遐开始国立大学真正当接受着台湾文学，佫台语文学，所以咱来讲，为2000年以后开始有一个正名期，过来咱就是爱要咱认真甲台语文学佫提升，互伊正名变做台湾文学，过来2010像这是成大台语文测验中心的是成立，这嘛一个代表性意义，就是讲咱台语文、台湾文学的写作要安怎豆把这个标准化甲做出来，这嘛是一个象征性意义，过来，咱2000年以后，咱就时间有限啦，我举几个即个较主要的团体，用伊杂志甲团体来做代表性来介绍啦，当然2000年以后，上主要的，甲白话字较有关系，就是台乐会，台湾罗马字协会，简称做台乐会，这是2001年正式成立，拄开始初期成立的这创社的成员，主要的干部呢，差不多拢就是。电影个牧师诶，台语文学教授出来咱看这正边顶头这是第一任的会长张福柱医生这是台乐会出来，当然包括社会运动，还是讲开课各方面嘛是拢会参与像这迄当时这个伫高雄的游行废除中国汉字，改用国际罗马字咱就正确的正式一个主张所以咱即摆。主张白话字，主张罗马字，毋是教会团体，台乐会毋是教会团体虽然一部分的成员可能是教会啦，毋过整个来讲无属伫教会啦最主要就是台湾罗马会是公开主张用罗马字的一个团体包括咱诚济即个去甲即中华民国政权去甲抗议主張种政治游说包括开课嘛是有。咱平时呢开课，这草根的工课，咱嘛是爱做像这营队即摆台乐会上主要逐档休热当然即2档因为中国肺炎的关系有暂停若无咱休热拢会办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这个世界台语文化营上早其实为美国开始的，为德州遐开始办的，尾才刷转来台湾后来单为台乐会继续咧办像咱即摆看，这是2006年伫绿岛。遐办的一个台文营即摆看这是2015年伫成大办的即个台文营过来像这嘛是2015年台文营的囡仔营囡仔部分过来另外一个团体台文笔会，这嘛有象征性的意义啦咱这是全国性的一个主张用母语写作的笔会。过去呢90年代有一个台湾笔会成立。但可惜，台湾笔会即摆会使讲停去啦，因为当初是遐成员拢差不多老退休无得为过身所以等于无咧转无咧转世即摆过来就剩台湾笔会专作家的一个协会这就象征性，这2009年成立咱这笔会呢，伊即个目标就是要做国际交流啦咱即讲台湾要正名，一方面呢正名方法。一部分为外国企业宣传转来，安尼嘛是一种策略之一啦所以咱要办即个刊物，这个刊物甲其他台语文的刊物较无相的就是讲，因为咱这是要做国际交流所以咱这个刊物是双语，就是咱会甲隔前一年
每一个作家会拣一首伊的代表作品，咱佫会甲翻做英语或者是翻做越南话根据迄个性质来翻，所以有双语，咱看的是有原文台语，佫有一文，佫一种就是英文也是讲其他的外文所以这是真特殊这是咱要甲外国做交流的时阵，会当去送外国人会当去 promote 这个台湾文学、台语文学像这是咱前几年去越南这是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府，等于是总统府嘛邀请越南的作家来遮办这个新册发表像这是伫越南遐办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诗人的活动，咱嘛去参加这咱嘛去参加咱嘛佫邀请因来因来，譬如讲像这进前越南作家协会来，咱就带去参观这个王玉蝶的纪念馆咱嘛有去看唐德宗的纪念碑遐互因知影讲这台湾的历史所以因像因来，因就对台湾文学就进一步的了解，等于因就伫适当的机会替咱台湾讲话好除了台湾笔会之外呢，咱佫介绍另外一个刊物海洋台语文学这呢是由金安出版社伊嘛有一个海洋台语文教基金会这是海洋的系统2000年以后佫加一个这个海洋伊这是较属于出版业伊出版业出身的海洋台语文学2001年创办伊嘛有办营队叫海洋台湾文学营伊的定位较无共伊这是较行体制内，因为伊若行体制外，伊会较歹册会较歹卖出去所以像伊的营队主要对象就较会这个老师为主在职老师中小学老师为主较体制内安尼甲台乐会的属性会较无共，咱台湾落马也会较行体制外思考路线这是无共扮演无共的角色过来另外一个台文战线2005年创刊这另外台文战线这主要有林阳敏还是吴忠祥这为主要的这作家所做的一个台文战线这个社团伊嘛主要是拢有创刊发行这个刊物3个月一期到即嘛还佫有伫发行嘛已经发行10几档另外呢，较学术界就是咱成大所发行的台语研究这个期刊咱这个期刊呢嘛无共的定位啦毋是创作性的，但是伊是研究性的咱这是学术期刊较特别的就是咱是用咱敢若收台语稿甲英语稿尔，中文稿无要收啦这是由我所主编的一般咱台语的若要投稿因咧中文的，拢得改写做中文啦。你若写台语的去投其他学术期刊，拢会用退稿啦。所以当时我想规期咱来办一个所以伫2009年，我办一个台语研究这个稿就敢收台语甲英语的，若中文的来我拢甲退稿啦。所以呢，确实嘛有人互我退稿过有的人暗呢，佮写中文的来我拢甲退稿所以咱这份台语研究伊是较属于研究性这嘛扮演无共的功能嘛有一寡老师呢，伊的升等就是靠伫台语研究顶头发表论文才去升等着嘛有过来另外首都时报这是由咱台南的府城旧册店所创刊的2009年创刊，但是较可惜办几档了就停去这份就无继续另外这份是由公部门台南市文化局所办的叫做台江台语文学的杂志这2012年所创刊这份是还佫有发行以上呢这是2000年以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重点小讲最后呢各位听众呢若是趣味呢，咱拄则讲的这真侪资讯，其实咱会当网络去看咱有汇集咱成功大学台语文测验中心，咱会底遮有一个台语教学的资源内底咱有汇集有真侪资料包括像讲台语文的一寡数位的资料咱遮有即几个推荐各位会当去参考另外呢，咱嘛
台湾文学馆伊嘛有做即个台语文学展有2届吼，因这拢有转做线顶的展览吼，各位嘛会当参考啊。一个就是10几当前所做的爱听说台语文学展啊，这主要呢诶即个写内容啊，主要是即个由廖瑞明教授迄当时所主笔吼。佮另外一个是较新的啊，台湾本土母语文学，除了台语嘛有客语嘛有原住民啊，这嘛是文学馆做的哈，伊网址伫遮啊，各位嘛会当去参考哈。另外，你若讲有时间要买册啊，买册转去看啊，咱推荐几本啦哈。第一就是施正洲啊，施正洲博士伊成大台文系博士毕业哈，有3本册啊，这真值得各位参考啊哈。台语作家的著作目录啊，还有台语文学的发展年表啊，这2本是真好的工具册哦，真够哦。安尼若要查台语文的相关的资料呢，大多数差不多遮拢查有啦吼。另外一个台语文学导论吼，就是针对台语文学发展，伊内底嘛有真详细的介绍吼。另外，廖瑞文教授有2本吼，一本是笔尖甲笔尖啊，字尖甲笔尖啦吼啊，这是台语文学的即个发展啊，再来另外爱听说啊，台语文学展的伊的书面的啊，台语字尖甲笔尖较完整啦吼，爱听说这是图文并茂有图后字吼，较轻松看啦吼，这拢是真好，会当认捌着台湾的即个台语文学史的部分吼。另外，我个人的作品内底嘛有几本啊，咱推荐吼。各位若是要基础的台语，有人讲啊好，安尼我无爱阁做青面牛啊，要来学遐读甲写啊免怎啊？喙讲台语，手写台文，这本就适合吼。安尼啊，落摆学起来了呢。另外，我有3本，这拢是有白话字的，内底拢是用白话字写的吼。民族母语甲音素文字，搁一个台湾国家再想象，搁台湾元气宝典，这拢是用白话字写的。哦，恁若要读，会当嘛会当为遐哦来读迄个，就要加强白话字，一样会当认捌着台湾诶，遮诶甲台语有关系遮历史吼。好，这是即个针对咱今仔演讲吼，因为时间真迫吼，所以我快速讲到遮吼。感谢各位，毋知各位有敢有啥问题无？非常感谢教授的演讲哦，非常精彩哦。嘛2点钟拢无停困哦。咱互教授小休困一下，咱嘛看现场有啥物问题无，拢非常欢迎大家提问。安尼我遮就先，大家若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会使直接伫YouTube 老话遮老话区遮听直接提问，我会代替大家来问教授。我遮就先简单甲大家小解一下。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的是阮台语文学系的讲座。阮是由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联合主办的讲座。阮一档有4季，有4大主题。咱今仔日这场就是咱台语白话字文学。佮有后礼拜嘛有咱共款咱台语白话字文学的讲座嘛是伫线顶举办。伫咧26号26拜礼拜嘿。就是共款这个时间，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大家若要找阮吼，会使看打到台语开讲社，就会使找到阮的社团。阮逐个月拢有定期咧举办台语讲座，嘛有台语的网络的节目，嘛欢迎大家互阮支持。也是讲像台文博览会。大家若有趣味，嘛拢会使来遮看到阮的活动。好，安尼我现场有看到有人问讲，有人问一个问题是讲，台湾汉诗300首内底的中语来读，请问教授你安怎看？就是汉诗300首。内底的字拢是用中国话来读的，请问你安怎看？好，针对这个迄我是甲当做汉文来处理啦。像讲越南嘛共款呢，越南因有2000档用汉字的历史啦，尾因伫1945年以后，废掉汉字，改用即个罗马字因安怎看待因较早的汉文的物件？就汉文就是讲汉文迄是。伫汉字文化馆内底一个较特殊的文体
迄个文体呢，伊甲台语的白话其实还佫有争差啦，就讲台语的迄个开口较无遐完整，所以咱若是要正讲有台湾文学、台语文学的产生，尽量是要用白话，较会当凸显着台湾的台语伊的特色出来啦。安尼用汉文的时，毋若中国话念字啦，用越南话嘛会当念，伊读文言音就好啊。迄个甲人之初性本善迄种汉文安尼共款道理啊。迄台湾的特色较无啦，较无台湾特色所以咱若是要建立有台湾特色的台湾文学，咱是建议用白话的台语文来写作会较好势好，多谢教授。现场则有一个问题是问讲，敢有较少年的台语作家？较少年。咱较少年的定义是啥？你几岁较算少年？这就当然，你若讲20几岁较少年，嘛是有算啊，嘛是有啊，只是较济较少尔。过来，咱作家的定义是要有出册较算，还是无出册较算？嘛是，就是看咱的定义啦，譬如讲，有啊，咱嘛有足少年的作家，譬如讲我囡仔也有啊，伊嘛已经出2本册啊。一个讲推阿良找妈妈，一个动物和大对决，这种短短囡仔故事啊，佫是用白话字写的这嘛是有算啊。当然人数无济啦，但是嘛是有啦，好，多谢教授。好，咱现场若有任何问题，拢会使直接留话吼。我即马即个画面是咱后礼拜的活动，后礼拜就会小解着台语白话字作家甲伊的作品导读。这是咱后礼拜教授嘛是即个时间6月26，6月27礼拜下晡2点到4点，嘛是教授会甲咱分享。嘛大家若有趣味的，咱即马伫线顶像 YouTube 下骹的说明，拢会使找着阮报名的链接，嘛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咱遮有一个问题是讲，有人问讲要安怎学白话字会较紧？咱学白话字上紧的，当然真侪管道会当学啦，一个像我最近有一个美国阿勇，一个美国人，伊名叫做美国阿勇咧，你啊 YouTube 找者就有啊咧。美国阿勇最近嘛推出即个学白话字的即个线顶的课程啊，嘛真好呢。你看。美国人，但是伊对着白话字足熟手的，伊台语嘛讲得足好的，伊对着白话字的即个观念嘛真正确这嘛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管道另外呢，当然真侪所在包括台湾人文协会嘛，有当时嘛会开课台语文的课还是讲像我拄则介绍即个推广台语手写台文迄本册，咱迄个配合电子的网络嘛有发音你嘛当买册转去家己看迄个书面，伊个书面呢是用中文解说互你看有，你也当搭配网站，迄嘛当发音我想，若认真学，应该是紧紧啦应该是紧紧就会晓好，多谢教授。拄则敢若嘛有看到迄个阿勇老话吼，敢若嘛有来参加咱的活动。好，咱遮佫有一个问题是问讲，咱台湾人无自称的问题，这要安怎解决才好？自称的问题啥物意思？我嘛无啥清楚咧，可能爱来反问即个问题，爱补充一下。可能爱问啥物意思？就讲台湾人无自称的问题是啥物意思？我嘛无啥了解即个问题好咱网络嘛有人提供一寡写学习白话字的方法吼，大家拢会使直接参考。好，我遮个甲大家放送一个，就是咱的有关咱的活动大家若要找到阮活动的相关的资讯，拢会使来阮大高台语开讲社的社团阮的社团拢是
Facebook 用社团的方式落去经营的。啊，阮逐个月嘛拢有办各种无共款的无共形式的台语活动。啊，因为即马疫情的关系，所以阮有介侪活动，亲像讲即场讲座，还是讲读册会。阮拢选做线顶办理，啊，所以线顶办理就是大家若有趣味，较袂受到即个空间的限制，拢会使来参加。啊嘛非常欢迎讲大家拢会使来甲阮支持，也来参加阮的活动。啊，另外阮嘛有即个台语小节目的节目，这是一个全新的网络节目，啊，希望大家会使甲阮支持。好啊，搁有大家若要找着阮。嘛有即个台湾博览会专业啊，遮拢会放送阮所有阮主办的消息啊，大家伫遮拢会使甲阮起赞。好，好啊，最后就是咱的活动，咱会伫咱后礼拜搁有一场吼啊，咱即马报名嘛拢已经开始啊，啊报名大家伫YouTube 下骹的说明的连结，拢会使找到阮报名相关的资料。啊，嘛非常欢迎大家搁继续来参加。啊，安尼今仔日咱非常多谢，等下我看者哦。遮有一个问题吼，我搁捡一个问题是问讲教育部的罗马字敢会压缩到台湾罗马咱白话字未来的发展？请教授。好，这嘛是一个真好的问题啦，哈。基本上教育部这个万罗这个方案呢，当初时杜正成时代迄当时伊推设是有迄当时的时代背景，迄当时有伊的时代背景，但是呢。自从迄个了呢，认真讲呢，即个中华民国的教育部，伊嘛无认真伫推设即个万罗的方案啦，伊迄是来乱的尔啦。到落尾伊煞变成是乱，就是讲，伊家己的出版品嘛无要用罗马字的啊，伊家己出版品拢是用汉字的啊，结果伊定迄套是要创啥？叫人莫用白话字尔，是咧乱的啊，家己也无咧推设啊，包括伊的即个考试。嘛无咧考，无注重啊，甲考5条尔，伊诶即个闽南语诶认证诶考试啊，所以这是社会上继续用白话字，这无冲突诶。当初时2006年，迄当时杜正成伊调集协调尾啊，通过即个万罗诶时阵，迄当时大家都讲好一个共识，社会上要用白话字，袂使共干涉，袂使共禁止。伊即套万罗是干那要解决伫校园内底，互遐老师、互遐学生无借口讲足侪套罗马足侪套，毋知要用倒一套。重点是要解决迄个问题尔，所以当初是因为安尼，包括我迄当时去参与协调，我毋才会同意。迄当时有讲到是社会上袂使共禁止用白话字，结果怎反晓诶，足侪拢是迄当时拢是徛教育部迄边诶人。咧反晓，拢无要承认即段诶共识，结果教育部家己嘛无咧推设，譬如讲，无你有全部罗马字写诶无，嘛无啊，你有用汉罗写诶嘛足少诶啊，伊主要拢嘛是用罗马字，拢用汉字，伊叫人落来用伊公布诶推荐诶700个汉字啊，结果伊推荐700个汉字，足侪人拢有意见诶啊，伊家己嘛讲迄是参考诶尔，毋是强制，但是伊诶出版品颠倒拢是强制爱用迄个汉字诶。所以反背当初时的共识的是中华民国的教育部所以在我来看的时阵，就是讲白话字伫社会上，伊也是有使用的价值，包括像我家己出的册，我嘛是拢用白话字好，以上我简单安尼补充说明好，遮阁有一个是问讲，台湾人甲其他住伫台湾的族群，要安怎分别较好？你讲名称吼，敢是名称的分别，还是啥物款的分别？这可能嘛是爱请问题人甲补充一下若是名称的分别，对无？台湾人客人就叫台湾人客家人就讲台湾人，用客话来讲台湾人
所以后盖咱大家都学一个台湾语，就是记讲客话的遐台湾人啊。啊，咱讲台语就叫台湾人啊，我讲台语台湾人啊。啊，咱若用罗马语来写，咱就是台湾人啊。啊，客人就是改写做台湾人啊。哦，啊，其他原住民拢嘛是用安尼发音。你像讲史迪赛德克，伊就史迪，伊就是人的意思啊。哦，也是讲达悟，伊嘛是用达悟，就是人的意思啊。用迄个达悟安尼迄个音，被变做一个族群的名。所以咱台语族群，咱就用台湾人啊，用台语啊拼台湾人啊。啊，客家族群就用台湾人啊，安尼就好啊。哦，安尼拢解决啦。无需要像以前讲哦，安尼大家拢袂使叫台湾人，啊，着爱叫家己着叫做啥物河洛人，无着闽南人，哦，迄拢是歧视家己啊。哦，所以咱有新的思维了，得咱解决这个问题啊。哦。好，多谢。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搁Q 最后一个问题吼。再有一个未来教乐甲台乐，敢是会使合作一套较好，也是个人做个人的？嘿嘿嘿嘿，啊，合作一套要哪合？合送，吼。啊，着虽然我感觉因为这两套其实足像的啦，无太大的差别啦，吼。其实嘛足像的啦，吼。啊，你若会晓白话字，要看慢乐嘛无问题啦。啊，你若会晓教补一套慢乐，要看白话基本上嘛无问题啦。伊迄个几个啊转换的美角，你也着知影哦。啊，这无遐大的困扰啦。啊，这就是讲互未来互市场决定啦。哦，未来市场咧决定啦。哦，100当后，你若白话字留较济，当然大家就拢用白话字啊。啊，你若慢乐用较济。大家都用慢乐啊，但是我看起来，啊，现处是慢乐用的足少的啊，用教部遐大多数拢要用汉字的啊，都无要用罗马字的啊，啊，所以慢乐的人，真正教部遐根本就用慢乐足少的啊，哦。好，多谢，非常多谢教授。我遮个有看到一个非常趣味的问题，想讲会使搁加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讲有一寡台语文学的教授拢袂晓台文，也是白话字。教授对这款状况有啥物看法呢？是啊，这就是共款啊，乞食赶庙讲啊。在我的理想，这就咱袂输讲日文系，结果你请老师也袂晓日语，也袂晓日文，啊，拢用中文伫介绍日本文学，要笑破人的喙着。啊，这是无法度，过渡期啦，过渡期啦，未来这爱改善啦。这是未来爱改善啦，啊，但是这嘛无遐简单就改善啦，毋是讲咱要甲改掉就改掉，因为通常大学内底教授，伊若是专职的，拢是终身制，除非伊犯错、犯过错互判刑，你才会当甲抬头，才会当甲 fire 掉，啊，若无伊入去甲大学了呢，伊就专任的啊，你要甲赶走也赶袂走啊，啊，过来就是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之下。因安尼做是符合中华民国利益的啦，所以这个中华民国教育部嘛袂想要改变啦，除非台湾建国啊，或者是台湾变做美国的第51州啦，才有机会啦。啊，若无对中华民国伊是上欢喜的啊，你知影意思无？对咱来讲，咱足不满讲台湾系内底有即种袂晓台语文的老师啊，但是对中华民国来，是上好的啊，你知影？对因来讲。伊迄就是做一个样板尔嘛，做假的啊，啊，你迄台文迄老师袂晓台语，上好拢是假牌啊，教出来拢是假的啊，伊安尼上欢喜啊，啊，这所以这个我讲的，毋好相信中华民国这个外政权，伊袂真心咧推杀啊，伊若真正有真心咧推杀，伊这早就改善啊啦。但是台湾文学界已经上老牌成功大学已经成立21档啊呢。这个教部要改善无啦，唯一会当改变就是换政权啦。中华民国啦换直接换做美国第51州，或者是换做台湾国，才有可能啦。啊，若是中华民国体制内无可能啦，因为咱感觉这是有问题，但对遐官员来讲，迄无问题啊，知影是无？我以上简单安尼回答吼。好，安尼咱今仔日嘛非常感谢教授的演讲。安尼咱后礼拜共款的时间
拢佫有教授的演讲吼。咱题目是咱台语白话字作家甲作品导读。好，安尼咱今仔日感谢大家，多谢。好，感谢大家，多谢努力。